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咱要介绍的是经发局要讲的主题是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哈。那么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我感觉我要打。因应着新冠肺炎伫国外持续来扩大，台南市长黄伟哲3月17号伫经发局长陈凯琳、新闻处长苏安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客家高安德口罩工厂关心，当面向着支援的国军志工含着厂商表达伊内心的感谢。这个口罩的这个生产，能够顺利，那就是3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原料，第二个就是机器，第三个就是人力。那非常感谢我们国军弟兄跟后备弟兄。他们来在人力上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动员建制出来，能够帮忙这个口罩的生产。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虽然口罩生产已经达到每日1000万片，虽然这个大家现在目光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个其他的部分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来珍惜感谢我们投入的志工，还有国军弟兄，还有后备弟兄。一面参观着口罩工厂，黄伟哲也一面向着曾宏佩张署长来了解口罩的生产量。我们现在是全天24小时都在拼产能，对，然后承蒙我们的国军弟兄的帮忙，还有我们全体同事的用心努力，他们牺牲真的牺牲很大，所以我们在这边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同事，也非常真正做到24小时不断电，对，而且不眠不休的生产。那现在多少人？要有多少人在这边支援吗？现在国军超过我将近40个人在这边支援，对。过去的产量大概是多少？我们以前的产量20万，一天20万，现在是一天60万，3天后变一天70万。那整个台南市产能现在是？台南市的产能目前是一天202万，如果加上这个3天后，这一步就212万。对，那台南现在那占那个全台湾的口罩生产量将近1/5。黄伟哲最后伫离开进程再次来感谢着这无名英雄，为着全民的健康，守护着这上界重要的战略物资。不好意思好，谢谢各位。好，长官谢谢。这个微薄的加害金，但是心意不薄，那金额很薄。不会。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即摆已经是变成国际语言。每一天咱拍开电视看报纸媒体，咱看到拢是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的一寡这个消息，看到咱大家我咧想拢心惊胆战啦那么即摆目前的全世界已经有175个国家有这个确诊的病例，而且已经超过72万人然后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3万人。伫咱台湾目前到我今仔日看到的这个数字是306个人有确诊死亡的人数是5个人那么随着这疫情的这个延烧，那么咱大家烦恼的除了讲是这身体健康啦伊威胁到咱的生命以外，其实还佫有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讲伊冲击到咱的经济那么目前这全世界拢咧赶紧要解决这经济的这个问题啦嘛拢祭出一寡这救经济的这政策。那么伫咱台湾嘛有这个救经济讲好像有404亿的这种纾困的方案啦那么咱台南呢嘛有一寡政策要来甲咱的这个乡亲朋友还有一寡做生意的这个商家来帮助因会当度过咱疫情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算讲互因一个纾困的一个方案那么伫今仔的节目当中咱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咱经发局副局长萧富仁萧局长咧来甲咱的乡亲朋友讲到咱的这个纾困的方案。咱今麦先邀请副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这个招呼。副局长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萧富仁。那么这武汉肺炎已经有
大概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哈。一开始哈，算讲外口的一寡国家哈，像我会记得我农历年哦出国哈，啊农历年出国的时阵哦，我可以到一个飞机场哦，我女儿跟我说哦，好像只有咱台湾人在挂口罩，外国人哈比较少在戴口罩。那么当然啊，这个是咱受到哈上一次17年前的迄个SARS 哈，这种教训啊哈，大家吼拢已经惊到啊哈，不只是讲政府这个防范的这个措施哈，赶快动起来。咱民众吼，大家嘛拢真配合吼，啊挂口罩就是一个吼就积极的这个动作吼。那么第一项我要请教咱这个副局长是讲，因为一开始。当然，很多咱咧讲诶，挂这个口罩、喙篮啦，虽然咱民众大家拢有这个意识，但是一开始要遮尔咱侪这个口罩，当然有当时啊，就是做袂出来所以呢，咱政府得爱有一寡因应的这个措施，互咱的民众免遐尔恐慌那我知影讲咱市政府啊，尤其是咱这个经发局遮咱配合市长的这个卡步咱真积极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部分，咱市政府是安怎做？是。在疫情发生的时阵那市长伊就特别指示市府的各局处能够来赶快做一个因应超前的一个部署针对口罩的一个需求，我想阮市政府我们立即来做一些部署。第一，就是阮随能够掌握咱台南市在做口罩的一个工厂的一个资讯那我们也立即马上加的工厂。跟通路商，包含4大的一个通路，还有一寡药妆店、大卖场，我们立即来召开会议那我们也确定大家有一个共识的是，每一天能够回报前一天工厂的产量，还有通路销售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部分，那时候刚好遇到过年我们也立即能够跟口罩的一个工厂来联系请因会使提早开工所以咱顶看到康乐乡伊本来大家拢迄个年假放到初6开工，伊初3伊就来开工那第三个部分，阮嘛每一天派阮的同仁能够到各工厂、各卖点去进驻，了解到他们的一个状况那第四，那我们也建立包含。台南一寡口罩它的一个原物料的一个工厂的一个名单那么掌握一寡包含国军还有其他志工的一个窗口每个礼拜我们召开2次的一个会议，来了解到底有啥个状况、有啥个问题，能够适时来提供他的协助。是。那么当然这部分就是讲咱政府赶紧的去采一寡措施啊，互咱的民众我会记一开始大家真的很恐慌，惊讲买不到口罩，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好像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大家这个口罩应该可以。够啦大家拢有够通去用啊所以这部分我们现在不用担心但是讲到这个防疫啦就是讲除了口罩这是一定要的嘛那么其他的，比如讲我看市长逐工在宣导讲爱洗手啦打喷嚏要怎么样的去这个做一个防堵的这个措施啊还有就是讲像这酒精啦好像是。口罩以外，这个酒精也很多人在使用，也很多人在购买那么当然像这个口罩小想一开始大家嘛是个疯狂跑到那个药房是讲便利超商要去买这个酒精啦那么在这个时阵，好像哇酒精也是很需求那么在这部分，我知影讲咱市政府嘛是有一寡这个因应的这个措施，是不是嘛？请咱副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嘛做一个这个介绍一下是。那各位口罩其实我们透过刚刚的一个5大部署方式，其实在咱年初阵整个产量只有台南拢总有6间口罩的一个制造工厂，年初产量就达到60万片了但是一直透过包含原物料的一个协助，还有人力的一个协助，志工的一个协助，其实进的产量。到目前来讲，也是达到每一天的一个产量可以达到300万片所以也将近全国1/4的一个产量，口罩的一个产量是在咱台南那除了口罩外，当然咱知另外一波就是那个酒精的一个需求因为大家希望说透过勤洗手，透过酒精能够那个减少
增强防疫，减少这个感染哈。啊，酒精我嘛是赶快哦，立即掌握台南那酒精工厂的一个资讯哈。啊，目前咱台南其实有2家正在生产口罩的，哦，包含咱大概说在台酒的一个龙田的一个酒厂，还有天谴制那个酒厂哦。啊，因进每一天的产量哈，我们也提供相关的一个协助哈。啊，那包含龙田进是目前是24小时不停工的一个开工了哈，不停工的一个生产。那目前的一个产量可以达到20万哈。啊，除了这2家外，我们也特别去盘点台南区应该要够13家的一个制酒的一个工厂。我们也把这一些13家我们逐家挨户的来个拜访哈。这13间内底有2家有意愿，希望能够加入酒精的一个生产啊。不过因为它有一些必须入境目前那是属于中央特许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们也特别来发文哦，中央希望会使核准伊来拿到许可来申请酒精哦，一样会加入咱酒精生产的一个行列。是。就是讲吼，即个受的疫情的这个冲击吼，一寡步骤啦吼，还是讲市场的迄个结构也都打乱了吼。比如讲，咱讲旅游业好啊啦吼，还是讲迄饭店业，我看因即嘛吼足凄惨的吼。啊，你若讲像咧做迄个口罩的啦吼，还是讲做酒精的啦，遐人吼无眠无日吼，做甲拢做袂起。好，但是呢，就是讲，突然间需要这么多的量啊！虽然我跟你讲，厂商可能做防疫也讲，哇，一下子有这么多的量，可是有时候也做不出来啊，哈，嘛无较侪人力啊。那么伫这部分呢，咱市政府敢有甲因吼有啥物协助？是伫迄个第一时间里面，我们就掌握咱口罩工厂的一个名单哈。啊，同时我们也把台南哦，咱口罩的原物料哦，包含一寡让口罩应该要有的一个不织布啦，另外还有那个皮压条哦，还有耳带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的哈。另外就有一些工厂也当初的机械设备已经可能有一些是先暂停的哦，这个部分在面对疫情的时阵哦，那全力来开工哈。开工上。原物料不足的部分，我们把名单建起来，万一知道我们随时都有派人抵押驻点，知影讲因有啥状况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原物料不足，马上能够来媒合，让台南既有的一个厂商能够提供给他原物料哈。不搞的时候，我们就跟中央来做一个反应，透过中央跨县市的一个资源，它原物料哈。那人力的一个部分，确实刚开始从原来的一个2班哦，增加到3班，24小时的一个开工哈，人力的一个需求是蛮庞大的哈。所以这个部分特别来感谢国军能够来支援另外我们也特别能够来媒合志工现在慈济志工队也加入整个生产的一个行列哈。在原物料还有机械设备中央口罩的一个国家队的一个加入这样。我们把我们整个量能够做一个提升，所以现在讲咱台湾即马应该当讲是 SARS 啦，不是武汉肺炎的迄个示范区啊，就是讲咱整个就是讲伫政府啊到民间啊厂商大家好像要一条龙下来合作无间啊所以咱这像口罩啦，或者是讲酒精伊的迄个生产量能够让我们的民众在需求的时候呢，不会有欠缺而且呢，咱也袂讲大家伫遐哇，赶紧买这口罩还是讲迄酒精，一开始是有点乱，但是我们马上就恢复那个秩序啊，所以这政府跟咱民间大家合作是合作无间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讲，当然啦即马讲到武汉肺炎大家拢尽量少出门，但是也不能不出门因为毕竟咱不是被那个隔离的人咱正常人也是一样，嘛是爱出去啊。我们要吃3餐啊，有人爱去读册啊，有人去上班啊，他们还是要出门啊你讲上基本的你讲3餐，你有那些爱去菜市啊，去买菜那有时候像我昨天去买了一个玉米，我今天就想说，哎呦，这玉米不知道为了，比如讲有
有疫情的人去摸过阿伯啦，我们就是心里面会担心啦哈。啊，就是讲哈，比如讲咱去这菜市啊传统市场买菜啦哈，买物件啦吼，啊是讲啊这摊贩啦哈，啊是讲哈这夜市啊哈，一寡吼这销售店哈。那么我知影吼，这种属于咱经发局的业务嘛哈。那么伫这部分我知影经发局咱家嘛有一寡措施吼，来讲吼。因应啊，是不是吼？请副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咱菜市的部分，甲主持人甲各位乡亲做一个报告哈。而且我们的一个市场，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防疫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我们在防疫上有5大招啊，所以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啊。那第一就是讲，在口罩的部分，咱每一个摊商哦，迄阵有甲经济部来争取哦，那每一周摊商都会配给口罩哈，所以每一个我们的一个摊商的一个从业人员都有佩戴口罩哈。另外第二就是讲，那有一些是热食的哦，热食大家烦恼讲哦，因为会不会在买卖交易的时候飞沫感染？哦，这个部分我们特别来鼓励哦，摊商咱会使做一个透明的一个遮罩，把物件藏起来哦，避免跟消费者来做一个接触这个部分我们有鼓励鼓励人来做这个透明的一个遮罩每地是会使补助2500块这个来鼓励第三就是伫消毒方面那我们每一个摊商每一天收摊的时候，因拢会针对因的摊商区域来做一个消毒另外，阮今嘛扩大的一个消毒每一天来做消毒，另外每一桌全面性的来做一个消毒另外第四就是伫咱的每个市场的一个入口，我们来放置防疫的一个洗手台，设置洗手台这个洗手台一寡洗手的一个做法宣导，另外也放置肥皂、洗手乳，让消费者来入咱市场来做洗手另外，咱嘛有体温的一个量测站让我们也购买一些耳温器给我们的一个分配到每一个市场市场我们每一个市场的一个同业人员每天要营业的时候就要来量体温如果体温超过就有不适，我们就请他暂时停业所以我们有这样5大的一个措施，以办公让用亲也在放心。是，那么当然啦，拄仔咱讲的像口罩啦、酒精这些行业的人基本上需求量足大但是嘛，因为这武汉肺炎打乱这个节奏经济的这个结构也都打乱了啦，有的人是哀叫啦咱上简单的，咱知影像这旅游业者。几乎就是零收入，你讲像饭店业者，有的人住房率真的是少之又少了那么对的因来讲当然他们可能这个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恢复了而且这段时间很多人的收入都变少了像我有当去餐厅，有些餐厅还可以但是有些餐厅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部分我在想咱金华局家，因为恁接受的就是咱所有咱台南市的这生理人嘛应该就是说对你们来讲，你们比较了解说哪一个行业冲击的最大。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因冲击的时候，咱市政府是要个安怎给因帮助，好因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因为这个疫情怎啊拍落去，还是讲怎啊规个工课可能无去，还是讲经济受到很大的这个压力。那么咱市政府加哪者？那属实在武汉肺炎的一个冲击，让一寡产业拢受到影响特别最直接的一寡餐饮啦、零售啦，对，包含咱市场的摊商都有受到一些冲击那我们目前，我们首先的针对咱的市场来讲我们立即由市长特别关心咱市场的一个那个营运摊商的一个生计特别来支持我们针对所谓摊商的一个使用费咱来遐个市场，有人遐个摊商来做咱的市场每个月拢来交迄个摊商的一个使用费，我们立即来做一个严厉做一个调整那目前已推出了我们3月到5月份这3个月
先是减免3成的，也就是说以7成来收了，来计收了哈。未来我们会在视疫情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修正调整哈。这是以使用费减免的部分哈。另外，我想在刚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防疫作为，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市民做一个放心不过我们也同时来因应这一波，我们来推出所谓的一个宅经济。所以宅经济就是有一寡咱的朋友时间上无方便到咱的市场，到咱的菜市啊那他可以透过网购所以我们现在推出所谓宅经济。目前先把我们已经有透过外送平台的，还有网购的这些资讯，咱给整合起来，咱在咱的网站来建置一个台南经济宅起来这样的一个专区。所以民众只要到这个专区，就知影讲这一些店家，他是有透过网购，还有所谓的一个外送平台，直接可以下店另外我们现在也特别跟10大的一个电商平台来谈，就是说我们请他们在台南在网站上电商平台的一个网站来建置一个台南好物这样的一个专区这个部分等于讲由我们市政府的一个力量来整合，让摊商整体的一个需求来给这电商平台来谈更合作的一个优惠方案另外我们也知道让一寡计程车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受到一些冲击对所以让特别跟我们的一个餐厅、跟我们的一个市场，还有我们的零售业者，加计程车业能够来做一个结合，透过他们来外送另外我们也办一些教育训练，来辅导我们的一个摊商能够来加入电商的一个平台目前除了目前在宅经济外那我们也配合中央的一个纾困，还有振兴的一个方案，我们会来争取一些市场的一些公共设施的一个改善，还有市场的一个行销的一个计划。那希望说进一步在整个疫情平稳，那我们能够来协助摊商把他的一个商机能够再恢复商机。其实还没有疫情之前咱这种类似就是讲网络购物啦或者是讲外送这个已经在现在的社会有点普遍了但是因为这武汉肺炎这新冠性病毒了，这个好像更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一寡这个消费这个习惯因为安尼大家都改变了，像讲吃东西就好了咱有当时呢，当然以前就是讲你也要食物件，除了讲买回来家己煮以外去外食就是去外口的商店去餐厅遐食啦即马就是也当叫人迄外送人员把你送在府上来了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好像外送更严重。我还记得前2天跟家人讲买一个披萨来吃你知道吗？叫了1个多小时，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我跟你说因为现在那个武汉肺炎很严重的关系本来大概半个小时就会到了，现在叫一个披萨要1个多小时，那个量就增加了那么比这部分除了讲，当然像那披萨它那个外送好像本来就有这个平台啦他们因家己的迄个公司还是讲因这个商店，他们本来就有这种平台，但是有的人就是讲咱一寡摊商啦，或者是讲一般的这个店面，他们本来没有这一种机制无这种平台，那可能就是说，这个时阵可能爱靠市政府给咱斗相共那么我们市政府好像也有马上成立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帮助这些就是商家，因在这个当中因的迄个业绩没有因为武汉肺炎来下降等到呢会当延续因的迄个生意啦那么这部分我知影讲市政府有一寡做法是不是嘛？请咱副局长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那在这一波疫情，就在整个宅经济的一个运用科技的一个购物，其实这本来是时代的一个潮流了那可能因应这一波疫情，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建制的一个速度，也希望说能够做一个加快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的一个方案正在推出了包含所谓那个先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官网，把所有已经提供外购还有外送
网购的一个平台把它建起来。另外，我们跟电商平台能够来做一个合作哈。另外也跟其他的一个外送的一个平台来做一个媒合包含现在我们也透过市政府能够跟这些包含Foodpanda还有Uber Eats 这一些外送平台来做洽谈。那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专案的一个合作，他们可以提供我们的业者很多的一个优惠包含上架费是免费的，另外免费帮我们的一个产品做一个摄影，免费做一个行销所以包含现在目前的一些措施，包含电商平台还有外送平台的一个媒合，让乡亲朋友不管是在市场的一个摊商，还是咱的迄个啥零售业者，甚至餐饮业者，只要有兴趣的，拢会使给阮经济发展局来做一下联系另外我们也在各地会来办一些说明会，来说明什么来加入这个平台的，所以也希望说我们一些业者能够利用这一波，能够把本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销售方式，能够透过网站，甚至透过电商平台，能够来做一个行销，让整个销售的一个面向能够更宽。是。那么武汉肺炎到今嘛目前3-4个月这个时间大家除了讲呢，已经不是说适应啦，就是讲会当去因应啦袂像以前打开始的时阵遐尼紧张啦那么咱市政府这部分当然是甲咱的民众做足侪这个协助啦互咱会当赶紧的就是讲因应这个这个危机啦互咱的这个危机给它化成一个转机，互伊会当咱卖互咱的这个民众伤害遐尼大那么最后咱局长、副局长刚刚有啥物话要甲咱的乡亲朋友讲？那特别除了咱市场一寡零售业外咱中小企业伫这个疫情，其实也都受到一些冲击所以阮特别来配合咱中央和地方共同提出一寡计划包含目前有一个针对中小企业的一个纾困3大的一个贷款方案包含针对你贷款的利息补贴，还是你资金不够专案的一个贷款，另外还有较早已经有贷款的贷款能够做一个延长另外第二个部分，在现有的一些状况，我们推出一些宅经济，我们希望说能够来辅导让一寡产业能够运用所谓数位的一个潮流跟电商做一个合作，甚至也推出所谓线上的一个购物，还线上购物等那一些资讯另外我们也会针对中小企业的一个转型，还有人才的一个培育来做一个辅导的计划特别伫咱设备部分包含咱市场市场有一寡设备，咱会来争取中央的计划，来争取设备的一个改善那相关的部分同款我们也会来争取中央的一些行销还有设备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计划，来改善我们的一个硬体设备未来在整个疫情平稳以后可能中央也释出一寡促销振兴的一个活动，包含抵用券有23亿的一个抵用券其实伫咱适用的一个范围，包含咱的夜市市场、观光工厂，还有商圈另外还有餐厅这个部分我们也来争取费用。来，加大家咱的乡亲朋友做伙来拼经济。是。那么，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冲击着咱的这个健康威胁着咱的生命。那么，除了这部分以外，对着咱的经济嘛是有足大的这个冲击啦。那么，还多咱副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讲着咱市政府所做的一寡纾困方案，希望讲对咱的乡亲朋友应该是有足大的这个帮助。那么，今日感谢咱副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这个报告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我们下次见。